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一间国小防投诉，讲学校的教职员有15个，请外校的家教到学校，替家己的囡仔来补习。讲参加补习的囡仔有23个，而且佫拍锁匙做门卡，方便这个外聘的老师出入校园。讲安尼，滥善用公家的资源已经几年，拢无甲学校报备，嘛无纳场地甲水电的费用。 学校讲已经要求停止课程，后礼拜要提出到调查报告，后续嘛会追讨相关的费用。 变那个放学时间，真侪人册盘也收咧，别当去处理休困，或者是转战补习班。新北市一间国小所防投诉讲，有教职人员是要互家己囡仔更加优秀，利用这步这边，无问过学校的东西，请楼口的老师来学校的教授，或者是教职人员的休困室，伫咧开补习班，加强英语和阅读，佮敢若家己去拍锁匙，要互外聘老师自由出入学校。你要请家教，你自然请到家里去就好了。对啊，请大家到学校来，我是觉得不是很适合啦。出路人其实很多，就是怕很复杂啦，最好就是不要有什么校外的事情这样子发生。伫咧学校内底开补习班，敢若已经到几两档，水电拢是用校会主管。根据了解，参加的教职人员有15位，23位学生，每一个课程超3个人到5个人当在上。现任校长去年8月新冠就诊，讲这个月15号才知影这件代志，嘛随经发动起来。确实没有复制门禁卡，都是有做相关的一个换证。目前了解都是希望孩子在学习上可能有更细致的一个学习。预定在下周就会完成严谨的调查报告，那后续也会接着进行我们的成绩考核委员会。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尽快调查厘清，严正纠正，并追溯收取场地使用费。若查证违反相关规定属实，将追究责任，依法惩处。未使用校园空间拢有申请流程，使用者嘛拢会付钱。教职人员若被使用公务主管，调查若属实，相关费用嘛是爱行动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